秋水，秋水，秋水，你难道不怕死吗？雪你不害我萧家，死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萧秋水，我知道你报仇心切，可是你现在的状况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，哪怕是拼上这条命，我也绝不会让他们好过。若我二人借力给你，或许能让你与他们一战。只可惜我二人身中蛊毒，若传力给你，只怕会害了你。是啊，也会令你被蛊毒侵蚀。前辈，我本就是一个废人，就算是身中蛊毒，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可是秋水，我二人功力一旦注入，那将是挫骨断筋般的痛苦。只要能报仇，我死也不怕。恳请前辈，请将内力传授于我。好。就让这长河滚烫，再造新山海，刀光斩尽了尘埃。要彼岸的尽头，长夜中见白，才算不枉这一败。就让这长河滚烫，再造新山海，刀光斩尽了尘埃。要彼岸的尽头，长夜中见白，才算不枉这一败。就让这大雨淋湿霜雪掩伤怀，人生间一途曾改。但千年万岁，我一笔闪开，想等雾散天亮，等你来。废物！借他人内力，有趣。爹的玉佩，爹说过，玉佩在人在，玉佩实则人亡。难道爹娘？柳随风，我爹娘在哪里？我爹娘在哪里？柳随风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这小子好大的韧劲儿！咱们俩这截然不同的内力，入他经脉后，竟少有挚爱。若能活过今日，不可限量啊！是啊。
千丈老头，这小子好似没中蛊毒啊！这小秋水原本没有内力，那蛊虫何处依附啊？六随风危害武林，祸患无穷，断然留不得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老虎，你这是？师傅，我受你多年教诲，无以为报，可全力帮的救命之恩，我不得不报。老虎，我杀了你！不行，报！师傅，他毕竟当了你那么多年师兄，要惩罚他，也不该是你。师傅，老虎，今日你算是报了恩了。是，那便好，生死不论，恩怨两清，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魔。今日我已将所欠的债还清，现在我要还师傅您的债了。愿意。阿弥陀佛。师傅，师傅，前辈。公子，姐妹，怎么会这样？想不到，就连衡山派的魔掌门也是全力帮的人。大西武林，何以无此？天正老头，咱俩暗地里较量了一辈子武学，想不到却要一起走了。
羽化飞升，西方极乐，禅道各得其所。师傅，禅道各得其所。阿弥陀佛。师傅，弥陀佛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权力帮柳随风设计害死天正太禅两位大师。就是爹娘呢？你说呀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爹娘呢？大哥，风朗就是柳随风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错记了他，我害了爹娘，我害了花花。什么？风朗不是你朋友吗？他怎么会是柳随风呢？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有眼无珠，认罪为有，我认罪为有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够了！就是他也不讲。你让开！伊人，萧家的事跟你个外人有什么关系？大哥，老大，大哥，老大，秋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开眼，你问他为什么会引狼入室，让奸人柳随风有机可乘，还和他做朋友，害死爹娘，把萧家变成这个样子。什么？爹娘死，爹娘死。秋水，这怎么回事？二哥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跟你二哥说呀，你告诉所有人，你说呀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爹娘死了，大哥，爹娘呢？娘！情断谁和爱上有小家这剩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吗？
我恨不得你当初就死在广陵。小家因为你变成这个样子，我萧逸人没你这个弟弟。萧家从今以后没你这个人。为什么？爹娘呢？爹娘呢？爹娘呢？恩怨月下，可不经得牵一入马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世间的交叉6岁吧，6岁吧。岁月一触皆是涟漪，有什么开留下？关键被你无力自拔，此心的惩罚。幻花凋落，寥寥一生有几何？风起萧瑟，如一曲送别挽歌。情断谁合？爱上有几多？天涯望月寄托。人泪洒落枫叶。二哥。幻花凋落，寥寥一生有几何？风起萧瑟，如一曲送别挽歌。情断谁合？爱上有几多？天涯望月寄托。大哥，人泪洒落枫叶。大哥，你不要扔下弟弟啊！爱上有几多？天涯望月寄托。人泪洒落枫叶。不脱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小秋水下手可真狠。小秋水还没这个本事，若不是他借了2大掌门的内力，还是伤不到我。让开！久闻大名，白凤凰深藏不露，没想到竟与衡山派的白衣观音是同一人。今日之事，多谢。他再晚点出手，公子可就没命了。你要谢就谢过帮主吧，若不是帮主一向看重你，我才不会轻易暴露身份出手救你。自己喜欢的人，自己看好了。你胡说什么？宋秘书，我先回衡山派处理了派中之事，再回去复命。白凤凰如今行踪暴露，他为何还是要冒险回去？龙虎还了权力帮的恩情，又一命还了师门。希望白凤凰不是下一个龙虎。公子信不过白凤凰。我怎么想不重要。2大掌门已死，总算是完成了帮主的吩咐。只是这天下英雄里还没有下落。先回去，小七罗和孙慧珊身上还有秘密。
如何？柳随风费尽周折都没有找到，看来英雄令确实不在萧家。这么说，倒是要着落在权力帮身上了。如今这武林，自以为是的人太多，也是时候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霸主。只有江湖越乱，才越有趣。好戏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如今武林正派与权力帮之间已然剑拔弩张，若此时再贴上几把火，待两败俱伤后，我便可坐收渔翁之利，重塑武林的秩序。萧秋水，如今这局面，你若见了，可还满意？秋水，秋水，你醒醒啊！秋水，秋水，醒醒啊！醒醒！秋水，秋水，你醒醒啊！秋水，秋水，快醒醒！醒醒！快醒醒！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你怎么样？秋水，你醒了。萧秋水，没有你这个弟弟。萧秋水，这一切都怪你。秋水，你让我好生失望。秋水，你回来啦！爹娘终于等到你了。秋水，秋水，老大，秋水，老大，大哥，秋水，大哥，我是雨涵。你放开他们！大哥，你冷静一点。你别这样，秋水！谢你吧，柳随风，我要杀了你！大哥，我是雨涵。你冷静一点，秋水！你要吓死我了！秋水，你看看他们是谁？大哥，你冷静一点。秋水，大哥，秋水，大哥，你现在身负重伤，千万不能着急报仇，万万不可再动气啊，大哥！你要去哪儿？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。星月拂面，
浮生路摊开长卷，往事在余光中流连，初见又诀别。天地几重，尘世总相同。玉山各西东，侠义在心中。人间不过寥寥几句谈笑，书剑快一刀。别过千里风雨雪，奔赴长路自逍遥。人间不知寥寥几番浪潮，醉里唱今朝。仰头干了这碗酒，江湖恩仇一笔销。星月拂面，浮生路摊开长卷，往事在余光中流连，初见又诀别。天地几重，尘世总相同。玉山各西东，侠义在心中。人间不过寥寥几句谈笑，书剑快一刀。别过千里风雨雪，奔赴长路自逍遥。人间不知寥寥几分浪潮，醉里唱今朝。仰头干了这碗酒，江湖恩仇一笔销。人间不过寥寥几声狂笑，来去似飞鸟。越过千里悲与喜，自有孤单一腔成英豪。人间不知寥寥几番纷扰，相思梦里遥。万世千声灯下映，各留一盏照此宵。夜远路迢迢，情曲人渺渺，花落天欲晓，心如似雨随云飘。上一次你我兄弟三人相聚还是数月之前，是啊今日定要不醉不归。还不快谢谢你二哥，这可是他特意准备，让我们兄弟今日好好聚聚，不醉不归。秋水，你怎么不喝呢？啊，我喝。你这平日花天酒地的是怎么喝酒的？今日就不跟你大哥二哥喝了？你在群芳苑是怎么喝的？那我不是屁屁股，你以为没听见啊？娘给你准备的皮裤衩。那不是也没穿吗？嗨，来，喝了酒就好了，喝酒消毒，干了！干！萧逸人威严、心怀大志的萧家老大，萧开燕稳重沉默，浣花的坚实砥柱。喝呀！大哥，三弟，快尝尝。这是我在广陵打的黑猪，这黑猪漫山遍野的跑，肉质极好。来，三弟，尝尝这个，你二哥啊从外海专门捕捞上来的。多谢大哥二哥，来。啊，对了，大哥二哥，之前是我口无遮拦了，三弟多有得罪，这杯酒，三弟敬你们。
大哥，三弟今日如此这般，倒让我们有些不太习惯啊。罢了罢了，罚都罚了，来，干了，干了啊！啊，痛快，来，干！好，来，哎干了啊！干！呵，秋水，怎么又上来？大哥，二哥，大哥，二哥。秋水，姐，这一路我都在祈求上苍能够保佑我们萧家。可我还是来晚了。是我对不起爹娘。姐，你别这么说，这都是我的错。秋水，你先前被废了武功，想来如今你体内的经脉更是乱成一锅粥，还是小心为好。好。天真泰禅，二位大师的议题。两位大师
昨日已被2个门派的弟子送回中原了。那曲伯伯呢？曲家姐妹由于过度伤心，现在带着曲伯伯的遗体在驿站暂歇。他们都是为了援助萧家而死，本应该是我送走他们才对。老大，你放心，曲家的事交给我。小秋，那就劳烦你跑一趟了。老大，萧大哥走后，委托山下义庄前来，但是义庄那边怕权力帮会去而复返，所以要2日后才会上山炼尸。天气如此炎热，绝不能再耽搁2日。他们为萧家战死，若是不能为他们入殓，我又怎么能睡得着呢？秋水，我们会陪你一起。爹，娘，我还不知道现在配不配这么叫你们，因为我根本就不是萧秋水。你们的儿子萧秋水，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武林大侠。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自己能当上武侠小说里面的那个主角，可真到来的那一刻，我发现我自己根本就不配。娘，你知道吗？我突然闯进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能拯救整个世界。我认为自己聪明极了，凭借我提前知道小说里面的那些情节，我就觉得可以改变所有人的命运。但结果，我发现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，都是我自己自以为是。我真的太自大，太自负了。如今，我让一切的发展比原本更惨。原本的萧秋水，他不用被废武功，凌乱手筋脚筋。要是他在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复仇。可现在，我把萧秋水也搭了进去，输了个彻彻底底。命运好像在笑我。以前是原著里安排好的，结局也是注定的。如今我发现自己越挣扎，就越做越错，甚至把结局弄得更糟糕。
他们都是因为我，是因为我的错将他们连累死的。爹娘，我真的对不住你们，我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里。我对不住你们，我对不住你们，我对不住你们。秋水，谁说你错了？在这一路，无论换成任何人，没有人能做得比你更好。唐风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我知道现在，无论我说什么，都没办法安抚你的情绪。天下名医都与他们有些渊源，我一定会想一个好办法治好你的。我没事的，谢谢你。你也走吧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一个废人身上。挑战全力帮，不惧生死，揭穿剑王，就算是粉身碎骨也要去救家人。这样一个小秋水，是我们所有人的骄傲。什么是真？什么是假？这世间又有谁会知道呢？我不跟你多说，等来日。没有来日了。大方，一切都结束了，走吧，没有什么好留恋的。你保重。没问题。好，好，你们过去吧。大哥，重开门派所需的物资已经都准备妥当了。对了，那委托铸剑山庄打造的剑，几时完工？3日之内。大哥，眼下家中蒙难，你是我萧家的顶梁柱，我们可都依靠着你呢。大哥，就不要如此沉湎于悲痛之中了。我知道，我之所以在爹娘头七，便开始朝夕纳土，重开门派，为的就是要誓死，重振我萧家。我幻花剑派以剑为名，若没有剑，就无法广纳信徒。因此，这铸剑山庄造剑之事，还需你亲自押运。是，只是还有一件小事。何事？这寻常兵刃易得，但长歌剑，爹可曾告知下落？大哥，江湖上虽然有很多人都知晓，爹早晚将家主之位传于大哥，但代表家主之位的长歌剑若不在手，多少会有些闲话。我身为萧家长子，如今重振我萧家，岂会怕这几句流言蜚语？也倒不是为了别的。这次咱们召集这些门派前来，不就是为了收回之前幻花借给他们的田产？可当时我萧家蒙难之时，
他们亦未出手。今日，万一他们抵赖，该当如何？不怕，若是他们不承认，我自有办法。重见幻化，才能告诫父母的在天之灵。公子，公子，属下从药王处求得了反击区名单。你此番回去，可有听到什么风声？帮主对英雄令只字未提，但是讲。去寒山回去面见帮主，把没拿到英雄令的事全推在公子头上。帮主已下令命洪安严查。是我为帮主办事不力，怪不得别人。幻花凋落，寥寥一生有几何？风起萧瑟，如一曲送别挽歌。情断谁合？凡是战死的浣花门人，须以断剑刻灵牌，利剑入冢。惠泽无言，折戟沉沙，昨日终难寻的梦啊！多少咫尺，转眼天涯，荒草逢场何处家？爱恨亏欠，恩怨余下，刻不尽的牵一如马。错过在这世间的交叉，挣不脱的宿命啊！岁月一触皆是涟漪，有什么留下？断剑悲鸣，无力自拔，此心的惩罚。幻花凋落，寥寥一生有几何？风起萧瑟，如一曲送别挽歌。情断谁合？爱上有几多？天涯望月几托？热泪洒落枫叶无波。情断谁合？爱上有几多？天涯望月几托？热泪洒落枫叶无波。情断谁合？爱上有几多？天涯望月几托？热泪洒落枫叶无波。花落心也跟着坠落。老大为了刻灵牌，已经3天没有合眼了。
老大，萧大哥在别院设宴，光邀锦都各派，说要重建幻化。辛苦诸位远道而来，我萧一人在此有礼。幻花剑派盛情邀请，哪有不来的道理？萧少侠搞这么大阵仗邀请我等，想来必有要事。实不相瞒，如今我萧家蒙难，家父萧西楼遭权力帮所害，想必大家也已知晓。实乃不幸啊！令尊萧大侠向来都是锦都正派代表，维护锦都武林多年，如今幻花剑派基业尽数被毁，我等锦都武林人士深感唇亡齿寒。诸位，所以今日邀大家前来，便是要共商此事。来人，幻花剑派，这是要重新建派啊！是重新建派，是要重新建派吗？肯定是啊！你看这是要重新建派，不要啊！新产生建派就是可不是嘛？对。好事儿，重建幻花剑派，好事好事。诸位，我萧某人德薄才疏，论武功和江湖地位，不及家父一成。但如今先父已去，我萧一人愿重建我幻花剑派，统领锦都武林。今日在此地重开门派，招徒纳新，还望各位能助我一臂之力。振兴萧家，我等自然支持。就是，幻花重振雄风，对我们百利而无一害。是啊，恭喜萧少侠，谢谢。萧少侠豪志啊，吾等佩服。不知门主重建幻花有何计划？当年先祖为维护锦都武林，将萧家和唐门之间的土地以100年之约无偿租赁给锦都各派。如今我幻花重建，所以萧某希望各位将良田归还，并缴纳100年之地租。100年地租这么多？萧少侠，你父亲当年答应的可是免费租给我们呀？家父当年看重的是锦都武林各派的情谊，而如今我们萧家蒙难，还请各位能够体恤。那地可是你父亲萧西楼租给我们的，你们凭什么要回去？如今我是萧家少掌门，你这是在质疑我？实不相瞒，我派昨日已与唐门签订契约，那块地的年租我已交给了唐门，要钱要粮，你去找唐门要去吧。唐门，我们鬼刀门的地也都已经许给唐门了。各位是不是忘了，你们如今欠萧家的可不止1纸地契那么简单？萧逸人，你如此行事，就不怕败坏了幻花剑派的名声吗？我爹萧西楼一生宅心仁厚，才有幻花如今的名声。可是名声换来了什么？竟然换来了你们这群不念旧情之人吗？怎么这算什么？还有江租啊！伤交情的话到此为止，相信各位也明白了其中厉害。我给大家宽限半个月的时间，以下月初43克为限，望大家交出地契和银两。我就知道萧少侠今日设的是鸿门宴，告辞。告辞。萧家三少就是他，萧家有今日就是他害的。走，走。今天是幻花重建的日子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大哥，
爹娘曾经告诉我们，谢恩图报，君子不为。他们都是卑鄙小人，那我们岂能同他们一样？你少在这儿大言不惭！这些江湖人士，在我们萧家蒙难之时趋利避害，本就是他们不仁不义在先。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何错之有？不靠这些手段重建萧家，我还能怎么做？啊！我并没有指责你的意思。若是靠手段去劫持人心，那不是会权力帮？你住口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敢提权力帮？当初要不是你引狼入室，引得奸人柳随风有机可乘，我们萧家会蒙受此灭顶之灾吗？大哥，你知不知道爹娘头七之后，我为什么不回剑路？就是因为我怕我见到你，我会忍不住要责罚你。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！大哥，你息怒吧。秋水他如今武功尽失，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？他这所作所为，对得起萧家这块招牌吗？秋水，秋水！秋水，你醒了。梁大侠，哎，别动。你还没有完全恢复。梁大侠，这是哪里啊？浣花重建修缮还需要些时日。这是我的一处私宅别院，足够你还有你的兄弟们一起同住。这次又要麻烦你了，梁大侠，多亏都是你出手相助。要说这一路你经历的事情，我都听说了。你胆识过人，组神州结义对抗权力帮。其实你早就已经名扬四海了。可惜我什么都没能保住，什么也都没有改变。我原本以为这江湖凭我一人之力就可以撼动。你这昏过去就是2天，外面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来，你随我来。萧少侠，终于见面了！萧少侠，拜托你了，萧少侠，见过萧少侠。广陵伏虎门杜氏特来拜访救命恩人萧少侠。广陵徐氏五虎特来拜访救命恩人萧少侠。广陵百步门特来拜访萧少侠。见过萧少侠。秋水，萧少侠，承蒙你数日前凭此揭露了屈寒山权力帮剑王的身份，我们10几个门派合兵一处，才击退了屈寒山的爪牙。只可惜我们晚来一步，没能帮上萧家的忙。你说我救了你们10几个门派？是，整个广陵武林各个门派都已经奋起反抗。屈寒山的势力在广陵
也是大不如前。对，是是啊。萧少侠，萧少侠，我乃吴家亲兵，这是我们吴老夫人的亲笔书信。仙人关吴将军的人。吴老夫人的信。吴老夫人的亲笔书信。怎么了这是？写的是什么？承蒙幻化恩惠，老于携先皇御赐金牌，肃清吾儿冤屈。此后，其率军直抵仙人关，于本月15夜袭北荒贼兵，夺回城池100余里，特此迟已告警，无事手书。仙人关发来捷报，2年了。前线终于发来第一封捷报，好，捷报，好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。按记忆中书里的情节，吴老夫人本应是死在前往仙人关的路上，15日北荒人夜袭仙人关，但现在是吴将军率军抵达了仙人关，在关外痛击了北荒军，所以这个世界已经被改变了，我也可以重新改写萧秋水的故事。萧少侠，你们救了我们这么多人，今日我们来到萧家，可不是来耍嘴皮子的。对，我们各派的弟子带了大批上好的木材石料，此刻就在山下。从今日起，愿祝你重铸幻花剑派，还望萧少侠重整旗鼓，重整旗鼓。萧少侠，你若不嫌弃，便将我们都收入神州结义门下，让我们给你在广陵建立个分部如何啊？对，就是建立分部。是啊，建个分部，算我一个，加入分部，对，建分部结义。诸位，谢谢你们的抬爱，但我眼下无法担任此任。我们只认萧少侠。对，萧少侠不要推辞，没错，对，我们只认你。秋水，我看你就不要再推辞了。是啊，萧少侠，萧少侠，你答应了吧？就答应了吧？萧少侠，加入吧。诸位，我萧秋水无法担任盟主之位，但欢迎大家加入神州结义。好，太好了，好，太好了，加入神州结义，太好了，好啊！诸位，重建萧家，开工，开工，开工！对了，秋水，你姐姐翻阅了一些古籍，已经找到了结经续脉的方法。你先去，这里交给我。唐大小姐，若照你所说，你要救的这个人不只是经脉尽断，而且体内还有一股强劲的内息相冲，这种伤，老朽行医50多载，但是闻所未闻呐。如今他还能活命，这已是上天的眷顾了。刘伯，这人连你都救不得吗？这副药方能助他疏通真气，续他几年性命。若要他恢复如初，老朽确实是毫无办法呀。那在这江湖，再无可依他之人。老朽多嘴啊！你要救的这个人，便是你的心上人吧？刘伯，你怎会问这般问题？令尊唐尧舜，身为唐门长房，
不仅精通医药，且熟悉挫骨断筋手。若论接续经脉，你问他，可比问我有用多了。唉，若不是故意想瞒着他，又何必到老朽这里来呢？你是要救这位少侠，还是要继续瞒着你父亲？你自行决定吧。谢六伯。秋水，秋水，老大，老大，你醒了。姐，我这是睡了多久了？2天2夜。经脉只接上了4掌，好生休养。那多谢姐姐了。走，兄弟们，咱们去练剑。走。老大，姐姐说了，你恢复的是平日起居，可没说你能练武啊。你动用万里仍如刀割，何苦这么着急啊？我这武功尽失，就要从零练起，我现在没有时间了。再来，老大，休息一下吧，再这样下去，身体会透支的。我没事。老大，姐姐也说了，打通经脉如削骨伐髓，报仇这事不用这么着急，还是歇息一下，从长计议吧。你们有劝我这时间，都能和我再练2招了。再来。好剑法！没想到几日不见，竟然恢复到如此地步了。多谢梁大侠，梁大侠今日的恩惠，让我无以为报。哎，不必多礼，能够扶持武林青年才俊，是本王的幸事。对了，秋水，那日在萧家剑炉，我发现了一样东西，一直没有敢给你。现如今，我是可以交给你了。至无儿一人，开宴秋水。如今剑炉被围之势难破，若为父再无与你们见面之日，便是萧家此役为虎忠烈而死，为父了然无憾，特立此书以明汝愿。吾萧家百余载前，也曾折损殆尽，但先祖断剑明志，以128把断剑铸成长歌，以具萧家忠义之魂于一剑。若等见此信者，必是成吾之作。长歌鸣剑有灵，危难之时，自会凭机缘寻主。吾儿谨记，剑断而住，花败则开。毁身削骨，
不过重来。若迎回长歌，幻花传承便永远不灭。小西楼，6月初2，遇见喽。6月初2，那是我们离开剑楼的15日后。难道那时父亲就已经……其实你爹早就知道，留在剑楼唯有等死，所以他派你逃出剑楼，前去求援，实则是把活着的希望留给了你。全都怪我，怪我回来晚了，全都怪我。秋水，你父亲在信中明言，切勿让你自责悲伤。前几日我看你一直消沉，担心你会一蹶不振。而现如今，我希望你能够遵从父愿，早日振作，找回长歌界，重振萧家。初见有诀别，天地几重，尘世总相同。玉山歌西东，侠义在心中。我爹说，长歌民间有灵，萧家危难之时，自会凭机缘寻主。可如今我已经是一个废人，怕是要辜负爹的嘱托了。并非如此啊，秋水，你来看，这些人可是你亲手安葬的，可是你亲手立剑冢、刻墓碑。梁大侠，这是每个萧家，这是每个萧家人应该要做的。秋水，你能够不分高低贵贱，把萧家众人一视同仁的亲手埋葬，说明你心中有义。萧家能够在锦都武林屹立100年不倒，凭的就是这个义字。而这些武林人士对神州结义、心悦诚服，也是如此。如今萧家缺人丁兵刃，用金银尚可买到，但是摘星人后的领路人，是用金银万万买不到的。秋水，侠义2字从来不在剑中，而在人心。我相信，这机缘自会寻到你。我相信你。梁大侠，谢谢你的直言。你说的话，秋水明白了。人间不知寥寥几番纷扰，相思梦里遥。万世千声灯下映，可留一盏照此宵。
各位萧家先祖，100年前萧家蒙难时，你们以128把断剑铸成长歌，依据萧家忠义之魂于一剑。我们这次连我一起，也是188人，只差我手里这一把。各位阴魂在上，幻化萧秋水，愿寻回长歌，重振幻化。愿借萤火之声，见天地见众生，再借风雪透骨之冷，换来年春不寒。若长夜难觅，那便撕开长夜，只为我燃不得。以我生流气如这谜句，浮粉落一层，愿会寒风雨中能会见，一袭天光，走一路见风霜，走一生无伤疤。到落自无悔，心遗忘。恭喜你成为幻化剑派家主，你已经完成任务，可以选择解锁以下任务奖励：角色选择权，成为其他角色继续完成主线任务。你也可以选择退出体验，回到现实世界。现在就让我退出。可我还有那么多的事没完成，幻化、萧家，我都不会选。系统警告，请谨慎做出选择。若出现违规操作，后将强制退出，清除一切数据。作为消弭秘密，你本人的现实记忆陆续消失，您将强制被系统侵占，留在魔殿内，无法再离开。我要为死去的人报仇，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呐！毁坏系统已经无法再离开。是萧明明怎样，做萧秋水又如何？我只做对的选择。剑断而出，花败自开，回身效苦。不过重来。剑断而出，花败自开。孩子，记住，纵使粉身碎骨，也不过是重来而已。